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听节目是厝边各位大家好，我是你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有这机会，又过来咱新营大仁街16号真耶稣教会伫本会这个会堂内底呢，要来访问到阮本会真耶教会陈秀卿秀卿姐啊，伊要来为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来做见证，来见证伊怎样对一个无神论者来到认捌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就要从过程呢，来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秀卿姐啊，目前已经来伫喜信录音边啊。秀卿姐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今日非常欢喜有机会来在空中甲各位居民来分享主的恩典。是真欢喜呢，有这个机会，伊假日半晚来接受喜信的采访，愿主耶稣基督呢。来祝福伊，甲伊全家拢蒙神的来纪念伊。秀卿姐啊，你本来就咱新营这个人嘛？是，我从细汉就出生伫新营。是道地的咱台湾人嘛？吼。是啊。这个秀卿姐啊，你本来是从事什么种行业？我本身是国小的老师，服务无当了后，入去台南县政府教育局，做国语指导员。是是。目前还佫有伫这个教育界咧上班无？无，我已经退休啊。先退休就对啦。是。像一般人讲这个做老师是一个铁饭碗对吧？若是讲这哪年轻就要来退休，53岁已经退休9年啊，40几岁就退休啊。这什么原因互你想要退休啊？我是感觉讲，咱人生若是有够通食，有够通用就好啊，毋免去追求甲做济，互咱的身体无一个休息的时间。同时我嘛感觉讲，都爱让出一段时间来为主做工课。所以伊这种的考量，就是讲会当有一个知足的观念啦。上面也是感觉讲，咱还佫有其他的本分需要去尽，做一个家庭主妇嘛是需要啦。秀卿姐的先生敢换咱是啥人？伊是台南市的人。台南市的人，算隔壁亲家尔啦。秀卿姐，你目前有几个囡仔？我2个查某囝。秀卿姐伫你即马安尼人生过来了后，你回想着讲，你这个信仰这个追求顶面，你较早感到种信仰观念安尼？无，以早我就感觉讲，这世界上无神嘛无鬼嘛无灵魂，人死去就一了百了啊！国小的老师嘛甲阮讲，即摆是科学的时代，咱毋通迷信。所以伫我的脑海中根本都无神无鬼无灵魂的观念。所以讲起来，你细汉就是感觉讲，都无神安尼就对了。是啊。所以虽然厝内面伫咧拜拜，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信仰的崇拜活动，你拢甲当作讲这个因咧无用，甲我无关系安尼就对。我都感觉迄是迷信。所以不管讲是基督教也好，还是佛教、道教，其他的宗教，反正你就感觉讲拜神拢是迷信就对了。是啊。是讲。伫你这种无神论这样坚决的这个无神论的这个思想中间，是安那会互你伫信仰上有这样大这个改变？是不是请秀卿姐甲咱做一个介绍一下？伫我订婚了后10天之内发生了一寡代志，互我转改变我的人生。就是讲，这世界上有灵魂的存在。安那讲伫10年来所发生的代志，互你感觉讲有灵魂的存在。这的确伫你是一个知识分子佮一个宗教家的立场顶面，要互你有这个这样大的改变，像你所讲有这个灵魂的观念，伫你的这个心的内头，咱请秀卿姐甲咱详细介绍一下。我甲阮先生订婚了后，有一日去台南市遐款嫁妆啊。款了倒来到新营，要倒来到纸厂的宿舍时经过一节路足黑暗的，两边拢是田园，也无路灯，也无人住伫遐。11点外，我去家己骑机车经过遐忽然间我的车顶有照着路边的挖角的所在，有一个少女，差不多14岁。迄个少女点点徛咧，面迄个向田园遐咧看啦。
所以我记者甲照着，是照着伊的背后，伊点点徛伫遐拢无叮当，这头毛吼，直直登到这个腰遐，我第一个感觉是感觉讲，哦，伊是毋是伫遐咧等车？嘿。但是我搁想看卖咧，迄个所在无客运的车牌，客运车无经过迄段路，何况讲11点外，所以无客运车啦，伊毋是咧等车。但是四周围拢暗暝无，拢无人住，也无灯火，一个10几岁的少女徛到遐要创啥？对啊，迄危险呢，所以你的感觉就讲这的确毋是一般的物件，我这车顶甲瞧着哦，迄种感觉吼，毋是讲咱看到人迄种诚真实的感觉，是感觉像咧看幻灯片迄种感觉，感觉种灵异的感觉就对了，真虚幻啊，但是确实存在物件。过来就是搁啥物代志，互你较有一个印象咧？后来就是我甲阮先生结婚去租一间厝，迄间厝客厅真宽，阮困伫客厅，因为厝主装潢还未真济，所以阮就暂时困伫客厅。可是迄暝真奇怪呢，这客厅的电火太拢总啊袂倒，无熄电哦，别人无熄电啊，但是甲阮的电火袂倒。所以，阮就去刷去较我路边迄间较细间的房间。细间的房间吼，厝主事先就放2台这单人床，放伫遐。我甲阮先生吼，一个人就困一个门床。困去了后，到半暝我就醒来，因为天气伤热，所以我就看我的表吼，看到底是几点啊？看是拄好2点半。我就安尼目睭看来看去吼，我袂看啦。最后我看到阮先生迄边去，看到阮先生迄边，伊的床铺甲这壁的中间，这门窗口吼，伸一支乌手出来。安尼哦，你亲目睭安尼甲看了对？是啊，迄支乌手吼，足小长的，足长的，闪闪灯灯啊，乌色色，那就毋是咱人的手，就感觉是一个足悬大的人的手啦，手寸较大啦。伊安尼慢慢啊，伸得去了后，就向下面安尼一直伸落来，就是讲要伸落来望阮先生的腹肚。伊手毋爱足长的，无哪望会着，遮大遮面床，人要对来，要望着腹肚毋爱足长的手。迄个人那像倒伫涂骹，手向面顶伸起来，要望阮先生的腹肚。迄支手的手寸比咱人的手寸较大。你怎啊亲目睭安尼看到对？我就想讲，我要我去甲看是啥物货，因为我无相信讲世界上有即种奇怪的代志啊，想要有相信讲真正有即种魔神啊鬼怪的代志。毋相信啦，所以我就辛苦的靠我去要看卖。迄支手慢慢啊震动，就慢慢啊刷来要望阮先生的腹肚。结果真正呢，望着腹肚的时阵，迄支乌手就消失去啊。哎哟，安尼吼，亲目睭看到就对了。毋是真正讲伫咧梦游就对。因为伊咧刷吼是慢慢啊刷，所以我的头脑都在分辨，讲这到底是做梦还是幻觉，还是毋是啊？因为伊慢慢啊刷，我慢慢啊在分辨啊。安尼啊，所以目睭看啊真清楚。过来搁一件事。阮大家过星期多是农历的7月初7啊。第一暝我就甲阮先生住客厅遐要甲酒啉。但是一般台湾民间拢有安尼嘛？因为一般民间拢讲，若棺木放伫厝内吼，暗时毋通互猫仔跳过去。若跳过去吼，这尸体会起来变做僵尸。是。所以阮就拢伫遐咧酒啉。酒啉。阮先生因为迄是伊家己的亲人过身去吼，所以伊拢心内袂惊啦。伊嘛是照常坐伫边仔咧拄久。棺木甲我含阮先生做面对面，就是讲棺木放伫客厅迄边，这边就是我甲阮先生坐伫遮。后来阮先生伫边仔咧拄久咧困啦，但是我精神真好，因为我第一遍面对这种丧礼，所以我心内会惊，根本无困的意思。我就看到，忽然间感觉讲，灶骹遐头有一个乌影吼，足轻快，怎啊缩过来棺材后壁，那像无体重，足轻足快。我就第一个反应，我就想要甲问讲，说这暗你还阁要阁摒扫啊？因为我感觉迄个乌影，伊的意思那像要走我这棺木的后壁吼，摒扫涂骹遐日时烧掉遐个银纸啦。你哪个叫扫啊？因为阮扫啊住伫楼顶啊。你俩做讲恁扫啊落来。我的反应啦，叫是讲伊要扫好清洗。但是忽然间想着讲，毋对啊，这个半暝2点半，阮扫啊已经伫楼顶咧困啊，迄才是阮扫啊。伊所穿的衫是？都一个乌影尔。安尼啊。咧想的是忽然间
棺木变透明的。啊，我有看到讲，真正呢，伫棺木的后边吼，伫棺木的迄边面，真正有看到一个10几岁的少女，穿白底浅蓝色假仔的衫，啊，伫遐咧摵棺柴的即个挂。所以我伫棺木的即边，我会当看到讲，伫棺木迄个挂吼，面顶有一块乌布安尼刷过。我就想讲，太真奇怪，他有即个奇怪的代志，我就压头咧想，想是有一个老查某人、老太太人。伊大约是65岁的款，啊，声音吼，那像真健康。伊伫咧讲话，那像咧甲伊边仔的朋友讲话啦，像我真咧讲话安尼，咧讲伊伫咧讲。啊，我想讲，这个声音，这样细声伫我耳孔边，那像狗遐的声，我就想起讲，武侠小说内面吼，有一种传音入密的功夫，就是讲一个人伫正远，伊会当用伊的功力，互介远所在的人听到。敢若互迄个人听到，就是讲伫耳孔边啊，狗仔在讲话，但是佫讲较足清楚，足清楚安尼。所以即个声音就是像安尼。我想讲，即个老太太伊是要讲啥物秘密啊？我一定要甲认真甲听出来，听出来即个阴间的秘密。你有听到无？我都真认真在听但是毋知是迄个声音实在是太细声，还是讲伊讲的话我听无吼。差不多伊讲22了后，就我消失去。当我看到这个影像的时候，感觉像看到的所在像一个电视的荧幕、荧光幕安尼样，边仔的物件拢无看到。等头我所看这个影像无去的时候，拢恢复正常，就是讲客厅内底的物件、棺木啦、人啊，这物件拢佮看较清清楚楚。是，这是你所看的第3项的这个灵异的代志。对，所以伫我看到这个物件的时候，我就当场伫遐咧想咧，这一般的丧礼遮尔麻烦，子孙安尼为着丧礼开战济钱，涂骹烧甲遮济银纸，讲着佮烧即个阴间的支票互伊，着佮咱世间的人子孙讲着佮烧即个炉柴杆啊，纸的炉柴杆啊，纸的汽车电视，纸的这洋房互伊。若是讲无子孙，还是讲子孙甲烧较少的，安尼即个死去的鬼。伫阴间阴时，就爱变做善鬼；若烧较济，伊就变较好业鬼；若安尼善鬼，就去甲好业鬼做苦工来趁钱，而且会当过生活。安尼就甲世界上有啥物无共？所以我当场就咧想讲，即个所在我无爱去，因为我明明有看到这有灵的存在啊！表示讲人死去，毋是讲一了百了啊，人死去有灵魂的存在。安尼我将来的灵魂要去对，要去像阴气的阴间我无爱。安尼我灵魂要去对，我就想着讲，听讲基督教有一个天国，伫迄个所在足快乐的安尼我就爱找即个天国。听讲若要去天国就爱信基督教。其实伫你即个代志的时阵，你嘛还有拄着讲灵异的代志，就是讲你当时是即2个查某囝，一个2岁，一个4岁，因伫刚暗时的时阵。你有感觉讲，这家这个魔炭出现一寡真奇怪的代志，你会当补充甲咱介绍一下？是啦，就是讲阮大家过星期了后，发生一件真奇怪的代志。阮2个查某囝，大汉的4岁，第二个伊2岁，伊困伫我的双边边啦，安尼较好照顾。是。我会去迄暝我毯甲因摕毋着去。因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毯迄个毯无共色。我因为像阮拢是毯嘛，所以就凊彩摕一领互因夹，但是摕毋着去啦。所以伊拢甲我抗议，讲无爱，因为爱家己的毯所以我就照因的意思毯拢幸运，就是讲即个夹伊的本来的毯迄个嘛夹伊本来的毯我去甲清清楚楚，足深即嘛就困到半暝的时阵，我搁起来醒因为我普通时有一个习惯，就是讲到半暝的时阵我会起来甲阮即个细汉的查某囝换尿珠伊迄阵当2岁，拢得去下尿珠咧。所以养成习惯，半暝会搁起来甲换所以我有若是照即个时间起来，我甲看表有若是半暝2点半。我甲看大汉查某囝即个毯伊个毯毋是伊迄领迄色咧，是阮第2查某囝迄领迄色啦。看阮第2查某囝，伊个毯嘛毋是伊原来迄领。就是阮大汉查某囝迄领的毯所以2领已经调换过来，无共色迄毯拢已经
甲烫落来伫迄骹尾啊。所以你嘛感觉讲会足奇怪的代志就对了。啊，我搁看阮第二查某囝，我要甲换尿珠啊啦，看见讲这尿珠啊已经透开啊。安尼啊，所以就是有一寡撒旦伫咧甲你做工啦吼，啊上面也是也借着安尼吼，虽然感觉像要甲你用一寡奇的代志吼，请要甲你扰乱啊啥安尼，反倒转来出来，互你去思想一寡讲，毋是无神的，毋是无鬼呢。人讲有山就有水，啊有神就有鬼，啊真正互你对无神的中间去体会到，真正有鬼。像这样代志了，你咧思考有这个灵魂，啊有一个将来要去的这个好的归宿，你后来你安怎追求？感谢主啦，可能是主竞选的时阵到啊，是，伊借着伊的灵来激动我，来催逼我，所以迄阵吼，自从看到遐个代志了后，我就拢会思想灵魂归宿的代志。我想讲，安尼既然世间有灵吼，我就爱赶紧来为我的灵魂找将来灵魂的归宿。万一讲我若是讲忽然间过身去，安尼我的灵魂要去对，无就事先安排嘛袂使。所以我就拢时常感觉心内有一种力量吼，逼我讲就爱去找教会，去找教会，拢感觉坐立不安呐，坐咧拢袂安呐。啊，你阵哈知影讲要去找教会，你感觉看过教会，还是捌人甲你介绍教会，无听想讲要去教会？我心内想要去教会，但是拢无人甲我介绍咧。啊！你哪知有教会？你都无信论者，你哪知有教会？但是我知影讲新年有一间教会吼，喺厝顶尖尖。哦，你捌看过咧？那像迄个圣诞卡片，哦，带迄种教会教堂。所以你所认定的教会就是安尼啦。厝顶尖尖啦。哦，嘿，所以我就对教会印象就是。是啊，所以我就去找迄间教会。啊，去了安那？去了吼，我后来哪有伫遐受洗啦？后来我发觉讲，各教派受洗的方式无共款，讲的教义有哪无一定共款，所以我心内就咧想讲，安尼对一间教会吼，请是使徒时代传落来教会啦，因为我知影讲使徒时代迄阵的使徒。因自从主耶稣升天了后，伫各地设立了教会，所讲的道理吼，拢甲圣经一模一样。是。所以我就咧找讲，到底是对一间是使徒教会传落来的教会，若是有，我就要来信。你迄时阵去教会就安尼吼，因为你有一间过查考，你较知影讲有一间较正确的教会安尼。是啊，心内安尼想啦，但是我有哪是甲我进去这间教会吼，好一张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图片。等来厝来藏咧，因为我迄阵想讲，我就拢会看到这个阴间的代志吼，所以心里会惊啦。我想讲，藏这个图片在阮兜，安尼会当时时提醒讲我即马有找到迄间教会啊，会惊啦。你是用图像来代替你一个当作是惊吓心灵就对了。是啊。照我所知影，你去选择这个教会去做礼拜的时阵，你要去的这前一天，恁查某囝突然间大肚煞无好。甚至发高烧，煞退袂去吼。医生想讲要甲退，拢退袂去。后来发生一寡代志，是不是？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一下。阮查某囝发热啦，作烧啦，本正去到病院，用各种退热的方法，拢无法度退热。袂当退热嘛是着爱转来。转来时，阮先生去台南市，袂转来啦。等候伊转来时，已经12点啦。12点，阮查某囝的烧个袂退啦。迄阵我已经将室内的电火拢关起来，阮的外口是一片的空地，迄阵还袂开发，拢无电火、无路灯，所以有那是黑暗一片。这个时阵12点外，阮先生对台南转，看到阮查某囝艰苦烧袂退这个情形，伊就生气，伊就对迄张图像骂讲：你无解无代。家己大家大官的相唔拜，去拜这个青云人的相，这件代志拢是你惹的啦。伊就生气就出去啊，放我一个伫房间内，唔知要安怎。当这是啊，你用骂甲遮忝，你要来信耶稣啊，结果来信耶稣煞互头家骂甲这个情形，你的心内感受是安怎？我的感受是愈坚强，因为我想讲我是决定要来挖靠天顶的真神啊。人我想我是唔拜啦，互阮先生骂，佮查某囝发烧袂退，所以我一个方面伤心，一个方面有一感觉有一点委屈，好受气。
所以我就跪伫眠床顶向外口祈祷，要来交托神就对啦，要来祈祷主吼。因为我迄阵解决你的路无，甲你带领你的路安尼啦。因为我迄阵吼，我心意已经决定，我是一定要信。要信耶稣，所以我就跪落来向外口祈祷。我迄阵嘛袂晓祈祷咧。但是迄间教会有互我一寡小册，教我讲着安怎祈祷，所以我迄阵是照伊教我教迄种方式祈祷啦。但是神是怜悯人的神，无论你用啥物方式祈祷吼，反正咱就是向天顶的真神祈祷啊。所以神嘛是了解咱的处境，了解咱的情形，我哪会喙听啦。我祈祷迄阵吼，目睭刻刻，我就将我的心意甲神表达。了解了后吼，我就得七目屎，因为我感觉好先生咩，个囡仔发烧，所以真委屈，就目屎就流了，得七目屎。迄阵忽然间感觉头壳有一拍火，忽然间怎啊光起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讲摇头，找迄拍电火伫倒。我的感觉是讲，是毋是阮先生将室内的电火拢拍开，无太遮光。等头我举起来找的是无呢。室内嘛是幽暗，甲原来共款，电火拢切花去啊，拢是黑暗嘛。我就向窗仔外看，窗仔外对面的厝顶吼，有一个光出现，伊伫咧闪烁。本正足大拍，后来一直是愈细愈细。我一直甲看，我毋知影迄是啥货啦。等候伊消失去，我就安尼想，我想讲，我拄则祈祷吼，讲到遐细声，旁边仔的人嘛无听着，安尼。天顶的神敢有听到？无我搁讲一遍咯。结果我就搁照原来安尼吼祈祷一遍。有那是祈祷了，伸手咧七目屎，同款的情形发生。有那是头壳顶的火吼，怎啊倒起来？真光就对。真光。我有那摇头起来找，无啊。室内嘛是甲头拄仔共款，火拢切花去。但是外口迄个光搁开始咧死啊！我就一直看伊有大伊直死。哪是哪细啦？我迄阵就咧想讲，这个光搁哪像迄个卡片顶悬吼，主要所出现迄种四周围的光啦。但是我毋知影是啥，我敢若晓得讲，哪像卡片迄种光哦，迄个光线怎啊消失去？了后我就咧甲阮先生讲，我看到的情形。我毋知影迄是啥，我就甲问讲，这个光毋知是啥吼？阮先生嘛毋知影迄是啥。伊讲，敢是北极光，还是宇宙光？因为阮迄阵对神完全无认捌，后来祈祷煞吼，我就来望阮查某囝的这个靴，伊的靴已经在流汗，咱知影流汗就开始退热啦，这就退去啊。真感谢主，所以经过这样代志了，你就深深了解讲，最后所祈祷已经咧甲你开道路啊，嘛有咧甲你照顾，尤其是阳光煞了，佮伴着雷声，互你印象非常深刻，敢是安尼？是啊。当迄个雷声拍落了，你有啥物种感觉？是讲阳光啦，中间佮有雷声。迄个光消失了后吼，有一个细声真温柔的雷声出现，伫我的感觉内面哦，迄个雷声敢若我有听到。我相信别人无听到，我就迄阵都有迄种感觉呢。我本正毋知影迄是迄种光是啥哦。后来我看圣经才知影讲，迄就是神独生囝阳光，所以迄阵真感动。我才体验着讲，这世界上真正有神呢。无本正我的观念是讲，咱安尼祈祷往祈祷吼，神一定是伫远远的天边，就爱等候咱离世了后才会当见着。想要讲祈祷。伊就用阳光出现，互我去体验到伊的存在。启示录14章，甲启示录19章内面咧讲有真侪人咧讲新方言、唱新歌，迄个歌声听起来，敢若真像降水的声音、拍雷的声音、大琴的声音，亲像众人伫咧讲话的声音。中间有一个讲叫做拍雷的声音，所以这个拍雷的声音，就是最后所祈祷新方言的声音，也是一个唱新歌的声音，也是一个方言祈祷的声音，是对天顶来这声音。所以耶稣基督已经慢慢地甲你指导，甲你指示一条更较正确信仰的道路。所以你开始继续咧查考这个道理。后来你安尼去伫这个追求中间有啥物种这个追求的这个过程，什么会当甲咱前来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一下？迄阵我去迄间教会了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对新约圣经开始看到讲差不多每一章拢有提到圣灵的代志，也有提到神迹奇事的代志。是。但是太我去教会了后，感觉也无体验到这个，感觉讲圣经所讲的甲现实的生活吼，那像无符合啦。咱信耶稣了，他也无感觉讲有这个圣灵，
拢无体验到神的存在。所以我诚欣赏讲，伫圣经内底所讲的，神甲人同大，神的指示人，后圣灵，后神者基督，受圣灵的人，佫会讲方言，非常欣赏哦。所以咱信的人就是根据圣经来相信，咱拢有一个愿望，嘛有一个应许，就是讲咱安尼相信，像圣经内所应许，的确有这个代志来临在着咱的中间，就是甲咱同在，这种种证据。后来你伫过程顶面又过安怎？但是我现实的生活，我并无体验出圣经里底所讲的遐个代志啊。所以我心内未感觉满足啦，我就开始想讲，毋知对一间教会，甲圣经内底所讲的一模一样的，若是有，我就要来信。感谢主的带领啦，主真正是知影人的心思意念吼，伊就知影讲这个人就有咧发布真理，所以就带着咱的脚步向伊遐一直去。就有一遍，我就带阮查某囝去一个老姊妹因兜学迄个民族舞蹈。迄阵拄新耶稣教会在起新会堂，起还袂好，所以暂时借老姊妹因的客厅聚会。迄阵拄我带阮查某囝要去上课啦，听到讲因内底这信徒咧祈祷，他有迄种水声、雷声，真明显有灵的存在。但是迄是啥？毋知，我就问老姊妹我讲刘老师，恁咧祈祷迄种声是啥货？伊就讲迄就是圣灵啊！我听到圣灵心内足欢喜的，因为我较无足久的，竟然讲圣灵会降临伫人间，互人伫祈祷时。有这种水声、雷声出来，所以我感觉真奇妙。伫我的感觉就是讲，神伫远远的天边，咱拢体验袂出来啦。想袂到讲，我较无的圣灵竟然伫真耶稣教会伫聚会时才着因祈祷，会互我听到。我就甲问讲，刘老师，恁信的是对一种教？伊就讲，就甲恁共款啊。我嘛是甲恁用同一本圣经。我心内就咧想讲，咁安尼，无阮太无圣灵，恁祈祷太有圣灵。因为这祈祷的是讲方言是我看圣经了后心内所较无的啦。想袂到这个方言竟然伫遮出现，所以我心内足欢喜的，足兴奋。对迄阵开始我就感觉讲安尼心内有一股力量所以逼我都爱去进耶稣教会查考看卖咧。迄日我总爱鼓起勇气啦，无人甲咱带佫歹势，所以就家己就踏入去新耶教会。无人请佫家己来。嘿啦，无人请家己来，就入去啦。伫迄窗仔外安尼探咧拄好人做会煞。迄个刘老师老姊妹，伊就出来看着我伊就真惊奇想讲我都无请你太来。教会是足欢喜咱进来听众朋友，不管啥物人拢会当来啦你若愿意来，拢会当来，因为这是属于咱逐个人的所在。对啦。老姊妹看着我一面惊奇，一面欢喜啦。伊就摕真耶稣教会的福音小册互我看，我真欢喜，我最爱看这个小册。我摕回去就一条一条查考。小册内底所讲的教义，我就拢对圣经的经章拢符合。符合我最爱看几6遍，查考感觉讲拢无毋对就圣经有安尼写，以圣经为标准，我就认定讲无毋对。真耶稣教会所讲的教义完全符合圣经，所以心内非常欢喜，感觉讲我真正找到我心目中所爱的教会。所以伫灵恩布道会期间，你就拢有来听嘛？迄当的灵恩布道会，我就有来听，我就得到圣灵我来到真耶稣教会的会堂人讲要祈祷要祈祷就爱跪落来我抑阁毋敢跪落来，我想讲。这间教会所讲的，毋知敢是甲圣经有符合无？所以我首先我就献圣经，结果看了这圣经都拢共款只是因用的是上帝版，真耶稣教会所用的是原版，其他拢共款。看甲献赞美诗嘛拢共款，赞美诗嘛是拢俄罗斯的我就感觉安尼个，这间教会所讲的教义道理有甲圣经符合，所以我就跪落来祈祷。迄阵拄着灵恩布道会啦。布道会了，传道就邀请阮遮慕道朋友去到头前，讲要按手祈祷。我心内咧想，这虽然讲是圣灵但是这个所讲的这灵言咱听无到底这灵言内底是讲啥物话？伊这个灵是毋是有承认耶稣是主？所以我有这个疑问我就跪落来祈祷。
祈祷的时吼，本身大家声拢诚大声，若像水声、雷声共款，大声。后来呢，忽然间因的声音拢变细声去，老姊妹陪我去头前祈祷啦，伊跪伫我后壁。忽然间老姊妹的声吼，若像有斗麦克风安尼，做啊足大声，足好听，若像对这山国向天顶安尼一直喊啦，伊大声学落啦，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伊咧学落主耶稣，伊伫咧学落主耶稣，别人的声拢变细声去，所以伊的声若像对麦克风遐传出来，传到天顶迄种声啦。伊直咧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所以我就知影讲，因所讲的灵言内面是咧赞美主耶稣，安尼无毋对。都要应验咱教会咧祈祷词共款，奉主耶稣性命祈祷，继续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就是学落天顶的真神。就是学落主耶稣，所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就是咧祈祷嘛，用安尼学落天顶的真神。其实伊实在是用灵言咧祈祷，但是伫你的心内底，主耶稣祈祷。互你的心灵的耳孔拍开，所听就是翻出方言出来，就是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其实伊还搁咧用灵言咧祈祷啦。所以我就确定讲，安尼真正所教会所受的圣灵，真正是对神来。后来祈祷结束了后，我就问老姊妹老姊妹，你拄则祈祷的声音吼，足好听咧，那像斗麦克咧，声音搁安尼，那就透对天顶去咧你搁拢用国语咧讲。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都讲国语吼，伊讲无咧，我对头到尾拢用灵言咧祈祷我无讲安尼所以老姊妹算台湾人，伊会去讲这个国语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互你听到。最主要是要互你较捌国语的人，互你去听得到。后来你就接受洗礼，是毋是安尼？是啊，后来我就接受洗礼对水来起来感觉身躯顶、心灵上会重拢卸去，感觉好像一个新人安尼起来。洗礼了，你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觉。圣经内面讲，这真正是人爱顶后生，才能真实的讲。伫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内面有咧记载，就尼哥底母半暝来找耶稣，讲看耶稣伊安尼行遮济神者，讲这若毋是对天顶来做财富的，绝对无可能安尼行。但耶稣拢无讲神者的代志，敢若讲叫爱顶头生，才当真实的讲。结果尼哥底母已经50岁啊，已经算老人啊。伊才想讲我遮老啊，我哪有可能讲佮对无别个中间佮再生出来？结果主耶稣就来讲，人爱顶头生，人若无对水甲圣灵顶头生，就袂当真实的讲。所以你咧洗礼的时阵就是顶头生啊。主耶稣祈祷将迄个旧人旧的生命，才来保护甲你洁净掉啊。所以你真做一个新人，灵内底敢是一个红仔出世共款，互你感觉所有的重担拢卸掉去拢无啥物种的罪伫你的身上。所以伫这个提多书第3章第50内面嘛，甲咱讲，今日咱会当有这个信仰，拢是耶稣基督怜悯咱，并毋是讲咱人所行的义所做偌济善事，做偌济功德，是靠耶稣基督的这个圣灵甲这个水，就是讲靠着主耶稣的这个圣灵甲洗礼来顶头生。洗礼了后，你有一个比较，就是讲你对咱今日伫真主教内面用方言的祈祷，甲你以前捌去一般教会这个五圣的祈祷，你感觉讲这两种的祈祷的这个差别伫啥物所在？会当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无？一般教会的祈祷拢是用五圣祈祷，就是讲用咱家己会晓讲的话嚟祈祷，但是这有一个困扰啦，就是讲特别咱咧祈祷的时。讲同款的祈祷词会感觉唔爱讲去啦。边若是有人在听的时，特别祈祷拢念同款的词，安尼家己会歹势，所以感觉对祈祷感觉足困扰的。我就讲特别祈祷，咱就爱做一篇文章，安尼对咱讲来负担真大啦。嘿，所以我即摆拢足自然的用灵言祈祷，轻松快乐。因为灵言祈祷是直接甲神祈祷，甲神讲出属灵中间的奥秘等于甲天地真神直接的沟通啦。因为哥林多前书14章，伫迄个第2节遐有咧讲迄个讲方言原来毋是对人讲，乃是对神讲的，因为无人会当听出来。然而呢，伫因的心灵内底呢，却是讲说各样奥秘，
所以咱修行者伊就当去体会讲，今日圣经内面所互咱知影，就是讲五圣祈祷当然毋是讲无效，五圣祈祷嘛毋是讲拢无好。因五圣祈祷会当造就人，当借着五圣祈祷中间呢，来体会中间的祈祷词，借着安尼增加咱的信心。其实咱也是用诚实、诚心的心来用着五圣来祈祷。其实咱天顶的神，伊嘛是有咧咱喙听啦，一般人嘛是拢听会着。但是这种祈祷总是真有限，因为这是用五圣家己去做，家己去编的一寡词，有当时啊。嘛无一定讲会当符合神的旨意来祈祷，但是咱也是用方言来祈祷，这是符合神的旨意，因为咱毋知影要来祈祷嘛。你用较济祈祷词，有当时嘛无一定讲会当符合神的旨意，但咱学到神这是神的旨意吼，所以下了了咱才说来向天顶进行祈祷，这是上好的，也是上奇妙、上大恩典。因为罗马书的第8章26节迄搭遐嘛咧甲咱讲啊，讲咱原毋知影要安怎祈祷。但是圣灵用讲袂出来叹息，替咱祈祷，监察人心的神呢，知影圣灵意思，所以会替咱圣道来祈求，来祈祷，这也是一项真大这恩典。所以你就免特别来去聚会，你就爱想一个祈祷词安尼，佮惊讲甲人冲突。其实较要紧就是讲，咱爱用方言祈祷，因为方言祈祷是主要所祈祷，伊亲自甲咱造就咱的心灵。咱祈祷中间真正会当去抓着神，去求着神，去望着神，去体验神。这就是伫灵言祈祷中间上大的这恩典啦。咱先来听小朋友，假使你若是伫一般教会，你查考圣经，其实毋是讲咱信耶稣就有圣灵啊，圣灵是爱祈祷的，爱祈求的。等你得到圣灵，你真正会当亲像满有阳光的大喜乐同款。去体会神极大无比恩典，相信真奇妙圣灵来改变咱，来互咱得到真深刻对主遐来这个体验。所以咱先来听众朋友，今日真感谢咱这个修行者拨出这个宝贵时间来跟咱谈论，伊安那对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正教来了解讲有这个灵魂的代志，嘛了解有天国地狱、魔鬼甲真神的事，也了解讲。什么是真信仰，什么是假信仰，所以伊一步一步这个查考呢，拢有神真奇妙大领。所以咱先来听众朋友有时间会当来咱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阮这个大门随时为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你若愿意，拢可以来。耶稣基督嘛讲这个心灵的喙焦，耶稣基督要用伊活命水要压灌你，要互你啉。为互你心中呢，溢出迄个活泉出来，一直请到永生。所以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访问修行者的这个时间呢，就暂时先到这来结束。咱即马就要邀请咱先来听众朋友来做伙来向咱天顶的真神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来天父，我来求主耶稣祈祷啊！愿感谢学罗你的圣名，我也感谢学罗你的救恩。你是独一。会当得胜超越灵界恶者魔鬼的真神，是赐福的救主。因为你伫2000几年前，你亲自降生来到你创造世间，你已经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你要将这个救恩白白来赏赐予所有相信你的人。天顶的真神，主耶稣基督，你喜悦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转去到你的身躯边。只是，阮还阁有侪人，伊愿还阁无来入捌你。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亲自感动因的心，阮众人会当来认捌灵界的实在问题，甲真假神敬拜挖开判断。阮接着神的话、圣经的真理来认捌，通好来归回灵魂的老爸。主耶稣基督，你的身躯边。阮会当来领受你为阮所安排救恩，借着洗礼，做得了赦免，来离开魔鬼魔将的手下，来成做主耶稣基督你天顶的国民，你的百姓，你的后生查某囝，将来领受天国，做阮天顶美好永远的产业。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的带领，也阮今日借着受刑者今日的见证分享，阮众人知影，伊以前也捌伫撒旦魔鬼的权下来过着惊吓的生活，
过着一个真惊吓、黑白人生。但是主耶稣基督啊，受刑者啊，自从来接受你的救恩了后，伊的人生就因为你，就充满着彩色了，也充满着对你而来光明的希望。求主你继续带领、祝福、保守，也求主你感动带领阮亲爱听众朋友，会当到各所在真耶稣教会来查考你得救的真理，来享受彩色光明的人生，来分享着充满着阳光、永生的道路。愿主耶稣你一切恩惠、平安、福气，甲阮诸位听众朋友来同在，赐福气互因，甲因的全家。愿一切荣耀也归你，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亲爱听众朋友吼，咱今日彩色人生这单元呢，就来甲咱访问到这。愿主耶稣基督祝福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